阿宁古剧团的第一出台语红仔剧《阿宁古一家花仔》是改编自文学作家罗伊军的散文《慢镜》。这剧团是希望让囡仔透过看戏产生勇气来面对生活当中真侪问题。对因来讲，即届用台语来演出上界大的困难，就是爱找出斗大台语词。因为希望让囡仔会当透过看戏轻轻松松学台语。咱甲家族和平做伙啦，卖阁互相伤害啊啦！舞台顶这个故事是阿宁古剧团和故事工厂两个剧团运用作家罗伊军的散文《慢镜》改编台语剧《阿宁古这一家花仔》。其实散文的原作真正也有改编做40个一个台语艋舺。当初足够水烟的，喙手足长的，家己开去外口放心好无？无这种代志，更加拍死。舞台剧的导演詹宗伦表示，因过是看到台语艋舺，感觉真趣味，才来参与台语版本的舞台剧改编。对艋舺当中选3集，分别是论命的家蛇、游泳和碰椅，希望让囡仔透过看戏产生勇气，勇敢面对生活中的侪问题。在咱传统的观念内底，大人讲的话，囡仔拢爱听，但是真罕的有大人伫个囡仔的角度去想，囡仔无想要做。无一定，伊咧使性地啊，可能是伊真正足惊吓，伊真正唔知要安怎。导演讲，伊已经有20档的台语剧场经验，即届甲华语剧本改做台语上困难的所在，就是要安怎甲华语词改做斗大的台语词。剧团特别邀请李江曲台语文教基金会来做台语的顾问，除了翻出正确的台语字幕，也甲对话改做互囡仔听有好理解的台词。乌龟拍提出来，蟑螂拍拖鞋，但是。其实这要翻做台语，囡仔直接听到，伊嘛爱头壳内底小想者，所以我就直接甲伊调整，看我的，我黑天暗地，时时事事。这是阿宁古剧团推出来第一出的台语红仔剧，拍算伫7月26、27伫新北市艺文中心演出。剧团希望培养囡仔对台语的兴趣，嘛通欣赏咱台湾家己创造的故事。记者陈亚轩、谢桂玲台北报道。